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7月时鬼门开了后，上重要一个节日就是中元节，所以咱即摆要来讲一寡中元节的风俗。娃娃 TV。中元普渡会当讲是7月内底上重要的一个活动。伫即天，足侪人拢会祭拜祖先，甲准备一寡食的物件来举办法会，来超度一寡孤魂野鬼，希望因会当莫作乱，甚至是会当保平安。普渡的方式有足侪种的，有人是伫厝里家己拜，有人是甲大楼、村里，也是一寡团体亲像公司做伙拜。阮兜因阵是有公妈听的，所以阮兜是家己拜。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透早就看阮阿母甲阿嬷伫遐无闲试菜，传一寡三星四果、饭菜、酒、茶。会知影阮阿公会先拜神明，较暗等逐个拢转来了后，阮就会开始拜公妈。下晡，阮阿公就会伫灶骹遐拜地基主，搁较暗的就会伫阮兜亭仔骹遐来祭拜好兄弟。阮兜巷仔口遐有一间庙寺。逐当中元节的时阵，就拢会当看到足大群人伫遐做伙大拜拜。经过一寡大楼的时阵，嘛会当看到足侪人做伙伫遐拜拜。中元普渡要开始进前，一般是前一天，民众会伫水上放水灯，目的是要通知水上的好兄弟来参加法会。大部分的水灯拢是用纸糊做一间一间的厝，会为中点火。放落去水上，听讲水顶放了愈远，运气就会愈好哦。抢孤是一种普渡结束进前的仪式。中元普渡是请孤魂野鬼来食物件。照理讲，普渡结束了后，因应该就爱转去啊。毋过有一寡好兄弟食饱了后就会毋走，所以民间就用这种抢孤的方式。就是甲孤魂野鬼抢祭品，有一堆歹称称的人用行动力来惊走遐个孤魂野鬼，互伊毋敢阁继续留伫人间。这抢孤上有名的就是伫宜兰的头城，甲屏东的恒春。宜兰的抢孤是为7月29开始。每一个队伍拢有5个人，大家以塔罗函方式，一个塔一个，帮助要去顶悬抢孤的头手，爬上有牛油的条仔，到顶悬去抢顺风旗。屏东这边的抢孤活动是伫旧历的7月15开始，每一个抢孤的队伍总会有12个人左右。大家同款会以塔罗函的方式，帮助头手爬起哩有牛油的条仔，到顶悬去抢顺风旗。听讲抢到顺风旗的人会有好运哦。跳钟馗是一种用来驱邪求平安的仪式。普渡结束了后，庙方会请道士也是戏班来扮钟馗，来叫好兄弟赶紧转去阴间。因为跳钟馗是驱邪的仪式，是互好兄弟看，毋是互人看，所以一般人上好是莫伫现场看，免咧去刷着。好，以上就是咱一寡中元节的风俗，希望大家7月时拢会当平安快乐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日的影片就到这。若想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你莫帮我起赞甲分享出去，也别电话观众朋友嘛，为我直接电话来看每个小运动安尼个叔叔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为是 Lisa 会员制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支持啦，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啦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